将敖仔，小王子讲。哦，敖仔，铁路的分道岗讲。你伫遮创啥？小王子问。我将旅客分配，分做一抓1000人。分道岗讲。我予载旅客火车出发，有诶向倒手边去，有诶向正手边去。一台光影影的快车驶过，轰一声，敢若咧等雷公咧，互分道色一直准。因足赶时间呢？小王子讲。是咧找啥物？驶车母诶人嘛毋知影是咧找啥物。分道岗讲。轰一声，为另外一边佫驶来第二台光影影的快车。因已经倒转来啊，哟！小王子问。毋是同一阵人。分道岗讲。迄是火车另外一帮。因敢无介意踮伫本来的所在？人永远袂介意踮伫家己的所在。分道岗讲。第三台光影影的快车，佫袂输陈雷公安尼，轰一声过去啊。因去约顶一帮车的旅客哟。小王子问。因无咧约啥物？分道岗讲。因伫车内困，无就是咧爬下。敢若囡仔人才会甲鼻仔搭伫窗仔门玻璃边。敢若囡仔人才知影因家己要走找啥物。小王子讲。因无采时间四界去找找家己的布翁仔，布翁仔变甲足重要诶。咱若去甲抢，因就随哭。因足好运诶。分道岗讲。